来看到高雄，讲到最近小连续发生农地荒偷倒这垃圾土的事件，市政府想要找这公办的土资场，地方却是真反对。经过中央和市政府的协调，对今开始呢，这高雄的公共工程废土暂时载去高雄港的南青计划区。那地方的环保团体就认为讲，这拢无含地方参详啊，也烦恼讲交通出问题，甚至是监督机制敢有完整。 我们今天也可以开始在公共工程的部分，可以进到南新去做土方交换。水利局长伫2月答询讲出，高雄的公共工程废土对初起拢会当载去小港的南青计划区墩。咱实际来到现场看，原地路口的护栏已经无看，入口处嘛有设管制站派人伫遐顾。半点钟的时间，都有6台车载土来到，有民众逐工拢会带狗仔来散步，常常看到这个画面嘛三无脏。它之前不是都荒废了吗？就荒废了，对啊，所以现在工程不知道做什么。 他好像要倒一些那个废土、营建废土、公共工程的营建。哦，这边啊。对。好，为什么要倒在这边啊？你看卖其实你无看过，啊个现场好看，个有诶无有诶，伊拢爱检查，伊顶环嘛有收音机啊。 对附近接运工地载废土来到，各台车经过管制站，拢爱现场起来检查。工务局表示，南青计划区会当收300万吨的废土，目前是先以公共工程的营建废土为大先。不过正经开始做啊，地方所无接到通知。环保团体讲，市府无讲无答，就开始做。交通塞车的问题要安怎解决？废土的监督机制敢有完善？市府袂使牺牲居民的权益。伊到底一天会进几台偌济车辆、偌济抓？哦，走几抓？伊是一个饱和度，阮嘛唔知呢。 系啊，所以我感觉讲伊的冲突吼，就决定决定安尼，伊所有的配套，伊拢无讲清楚。要安怎确保载入来废土是合格安全的？针对地方的质疑，也有原地要做的公办土资场，敢有要搁找？市府无做规定，敢若讲后续会正式对外说明。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雄场报道。